要是能选择的话，你是选择男孩还是女？你直接这样问了。腹壁下有遗传疾病，这个要做探查的。这个孩子，你读书好不好？一般般吧。平时有力气吗？声音一直都是这个样子，还是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？稍微有一点变化。我想听听你的声音，你随便背一首诗或说2句话吧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英雄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好，谢谢啊。你到门口坐一会儿吧。ICTH 是一直是高的，皮质醇不够，我们怀疑他是肾上腺的问题。这是不是男孩子？你说他是不是男孩子？就说这个基因呢，当然是决定男性性别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基因，就男性的。这个小孩子的话呢，是一个女性的外形，但是他没有找到子宫和卵巢，腹股沟这里有一个实性的结构，怀疑睾丸，但是没有分泌雄激素的能力的。他这个是要手术吗？要，现在手术要早点手术。我给海豚主任打个电话吧。王主任你肯定都很熟悉了，比熟悉我们还熟悉王主任，对吧？小孩子性别的环节呢，今天是我们重点讨论的一个环节，就是我们先把他目前的一个性别状态，包括性腺的一些状态，我们先确认好。但最后小朋友要知道，小朋友因为毕竟你刚才知道这个毛病时间还比较短，小朋友。这个知道。先问了他一下，我说你要是能选择的话，你是选择男孩还是女？你直接这样问了。他现在懂得比我多。我第一次来找王主任的时候，他就都知道了。他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瞒我，我啥都知道。”这孩子走快。我就问他，我说：“你要是有权利选择男孩女儿的话，会选择男孩女儿？”他说：“我现在还有权利选择吗？”他经常安慰我。他说：“女孩就女孩吧，只要我能见得出，其他的都能接受，就是包括以后没有子宫啦什么的。”他现在这些细节他已经都知道了，是吧？他比我了解的要清楚的多。其实这样也好，早点知道嘛。因为孩子大了嘛，你也知道他很聪明，就是你想要他做什么，这是一件事情，他自己想要什么是可能也是很关键的。他现在就是很坚定的要做女儿。对，但是我们要听他说一说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他没考虑到的，或者是没问到的，可能后面我们再跟他聊一聊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们就下面就这样先安排起来。这2个最后再处理一下定体红嘛，说就是我们以后是兄弟了，就是我儿子经常就是安慰他们，他说一个女的孩子不要像我这样子。妈妈，人一辈子有很多角色，我就是没有子宫这个少产症，我就是唯一的遗憾就是我这辈子当不了妈妈，其他啥都行。你孩子是没孩子吧？我讲句妈妈我也行。他说